獨自圓滿，再遇良緣。我係子琳，今晚嘅藥方係先將自己活成完整圓滿，先有資格遇見契合嘅緣分。好多人急於尋找另一半，想靠他人填補自身空虛，結果只會遇見更多不合拍嘅人。當你內心獨立，生活豐盛，唔再渴求靠戀愛填補空虛，先會吸引同頻溫柔之人到來。依附他人得來嘅陪伴遲早走散，自身足夠強大先配得上平等嘅感情。雙方各自獨立再互相依偎先係緣分，渴求依附只會卑微討好。難道自身尚未活通透，就急於尋人相伴，唔會繼續遇見錯的人？我係子琳，自我圓滿，靜候良緣。點個訂閱，願你從此百毒不侵。